叫做牛骨碌。牛骨啊，牛骨碌，加那个，这你当成牛骨碌啦。啊，加那个。哦。9年前我一档咖喱面，我在这里拍的，很出名的。太贵了，很多人家找不到，你找棺材店，对面就是了。啊。我这是一个小孩帮我拍的。哎，对哦，这个棺材店哦，大福，大福啊，2、3栋哇，一樓啊。2個芒果樹。OK， 要了。哇，小我在水里做唔切啦。朋友，你哋呢度有邊個嚟食啊？招拉你都食啊？哇老！一樓啊！哇，要加多碗啊！一個人食2碗啊？點啊？味道？不了，不了。得。梁姐，我帶你來吃這個東西，沒有吃過嗎？哇，對哦。介紹這個咖喱麵，真的加一個牛的，真的。哎，我跟你講，這牛骨這裡很出名的啊，來了啦！哇，好料又來了咯，這個真的是好料啊！是。真的有。对呀，所以它这个也很小，但是味道很够，很够哦，很够。对，你看它的颜色，尤其它的这个该啃是吧？哇，试一下。来。爽啊！爽啊！又顺口。我以前一个人可以吃6粒的，我今天这样找。家里面啊，连这个鸡精啊都是一流哦。对。OK， 走，吃饱了没有？哇，你看，啊，饱到连那个字都吃完了。我带你看张照片，9年前我来的。OK， 你有照片为证啊？有。来，那我就看一下了哦。哎呀，看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真的有相片为证哦。这个张少林好像是他妈的20多岁吧哦。这个老板娘啊，老板娘，哇呀，难怪儿仙女下凡这样子啊！想当年我也带过小黑来吃，哈哈，小黑。